天主教神學小問答186，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基督宗教說耶穌捨生的目的是為拯救罪人，他怎樣救了誰啊？答：是的，但不是無條件地拯救罪人，好像所有人不論怎麼樣都一定會被拯救似的。他的犧牲是要讓所有願意按照他定下的條件生活的人獲救，而他的條件只是要改過遷善，被救只免入地獄。所以耶穌宣講時說：時期已滿，天主的國臨近了，你們悔改，順從福音吧。馬爾谷福音1章15節，悔改順從福音就是改過遷善的意思，天國臨近就是遠離地獄的意思。所以那些已經過世的、曾經犯罪但悔改的人不會入地獄，還在生的人是還不能確定被拯救的。基督已為他們付出救恩的代價，如果他們善用這救恩，即改過遷善，就會獲救。那些犯了大罪的人沒有利用這救恩，如果至死不改的話，是會入地獄的。所以耶穌讓所有罪人獲救，成為一個可能，因住慈愛，但罪人承認不承認自己有罪而悔改遷善，決定自己獲救與否，因住正義。但願慈愛寬恕與正義悔改會相擁相親。聖詠85章11節，再來，救恩除了罪過的赦免，使人不入地獄之外，還有另外一個意義，就是使被赦罪的人提升到天堂，在那裡與愛的天主共融合一。這正是亞當的幸運的罪的意思，因為愛是自願的，不能勉強。這就更說明了我們願意不願意接受這個救恩，按照這救恩的要求生活，會決定我們會不會進天國。天主給了人最珍貴的自由意志，也會尊重人的自由選擇。